welcome all of you to our activity entitled Honesty.我们所受的教养，深刻意识回了我们的心灵，无论是引导我们朝积极还是小世界的方向发展。家庭在培养长者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，长者的价值观如忠心、尊重和责任心都是我们从家庭中学到的。这些价值观后延伸到我们与朋友们都是和更方智慧的。他的经由有很多意思，有很多是做的，但是为了天气太冷了，所以都懒了，或者是觉得有点痛点。
ออกมาอีโอ